老师头几期大大单着钱呢，我是入面若用地点着钱呢，你是我出彩来的。大点的这不是几地的，你苏中个经济节，把我这个检查经过了大约，瞧这地呢，长风着安个。哦，老师头几期，这里那样我才的黑锅大家了嘛，是真正在的拿上上。老师，我呢好像谁不读。老师，这当我用着钱呢，各种罗萨了，跟卡我他人把别个地基地弄了，他东部苏中了用来用。但是也个帮了没多些比地基实心的呢，用我去苏中了用呢，不加工人跟他呢，有没变到草马东很重上位，我们这个300马西把个几月了。但是也用的没呢呀，从然弄的也这样的，我们从的拍来送啊，大比个草把被马西把这不是穷，草马了投机去和就应该投机去。这大把上那不啦？我去苏中了，个假如最终入面个帕萨因些那些送的话，อันนี้假如空马得干哪有的？第我自己假如看嘛是的，开始是呢，我自己所说养了证。给开始呢，我这养了社会给写出来了呀。我这里面谈这个真正我们那是的开始呢，你嘛我这的长老看嘛是写的要的。那是头切。是的。这当我嘛带领我这个人生地图了，都为康生的偏僻个，那把那嘛高门些个，利用家能把些这些的，这个带领带么当这个主播这种土水招聘个呢，谁在哪路去啊？是的，我们所县不仅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，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说起所县，就不得不提到格萨尔王和他的王妃朱母传奇的故事。格萨尔英勇善战，朱母美丽善良，他们的爱情故事就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。为了我们藏族文化中的璀璨的瑰宝，那些的那带领个入面个若有对等个土面个乐观健康的钱呢，我去苏中个那么抓钱，所那大吉了因。像了去入米个，这些中间是主播草马人不接的，草米干是哪着啦？有请索朗达吉，大家掌声欢迎。还要这边有没有分清连接？我们的嘞。
你们团呢？娘长是毕业的，他儿子会给本期用了不低，他们那边才能叫兰州用扎西蒙的去，扎西的嘞。Gas guitar!